卡球名字梅西初赛时替巴黎圣日耳曼队踢最后一场比赛了后，就要离开这支球队。刷落来要去队也唔知，也毋过即晚外国媒体是报讲，沙地职业卡球联赛有亏损5亿欧元，等于超过代表161个介绍爱去踢球。 超级卡球名字梅西初三伫甲法国卡球甲级联赛球队2年的巴黎圣日耳曼 PSG 正式分开。PSG 宣布梅西初三伫王子公园球场为 PSG 踢完最后一场比赛，这个赛季结束就离开。Que j'ai eu le privilège de diriger le meilleur joueur de l'histoire du football. C'est un grand privilège. 现年35岁，梅西顶个月甲 PSG 踢破面，球队指控伊无得到许可，就前往沙特阿拉伯担任旅游大赛，甲竞赛搁停薪。梅西伫巴黎的2个赛季，无法度亲像期待带 PSG 伫欧冠杯摕冠军。总讲伊个人的成绩袂歹，部分球迷也是不满梅西的表现，连伊最后一场比赛都无甲加油。梅西目前要去倒也毋知，暗过一个讲法，沙特职业卡球联赛开出5亿欧元，超过160亿代表的年薪天价，要来请梅西。另外一个是讲，伊有可能订回西甲巴塞隆纳队，这是梅西的第一志愿。不过伊当年离开，就是因为总讲降薪，巴塞嘛付不出这个薪水。No sería la palabra nervioso, ¿no? No, estoy expectante, ¿no? Porque además he ido hablando con él, tengo muy buena relación y me gustaría, sí, me haría especial ilusión. 比伊较早去沙地是法国籍球星本泽马，伊所属的皇家马德里队初时证实，本泽马这个赛季结束就会离开，伊要对前队友C罗的脚步，转战3国去踢球。The coming big players, big names, young players, old players, they are very welcome because if that happen, the league will improve. Age is not important. 媒体报道，3国开出超过1亿欧元，差不多代表33亿的年薪，让本泽马改变继续留伫皇马1年的想法。已经甲伊蒂哈德队达成协议，签2年合约。公司新闻710编译。